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0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以西结书14章12节到23节，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救恩。以西结书讲到审判，这拍判一般人对以色列的误解。因总是认为讲上帝偏心啦，特别恩待以色列人啊。但是照今仔日的经文，事实上咱看，若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真道，相款嘛会拄着灾难，甚至咱讲死亡的困境。以色列人伫咧面对对敌的时阵，上帝总是会交代因爱将对敌来灭绝。可能咱会感觉讲上帝哪遮歹吼，但是这有爱对迄个历史的背景去了解。伫遮有两个较重要的原因，咱来思考。第一个当初时的即种战争的文化。咱先莫讲对迄个伫犹太地，咱咧讲中国古代的战争，嘛是拢将战败国家的官员啦、皇族啦，拢甲走袂了了。因为因袂当互对敌留后代，以免将来大汉起来了，当伊过来招兵来报复。即种的情形伫欧洲、中国世代特别是安尼啦吼，是毋是咱看见因真侪安尼兄弟中间的争位啦吼，拢爱甲对方的即个囝幼囝嘛灭绝啦吼。第二个，其实照圣经所强调的，毋是即个灭绝定啦，是讲伊毋是咧讲对人的代志。伊讲，如果无灭绝的时阵，会影响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虔啦，吼，所以会影响因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也是讲因就会军队外邦来拜偶像，离开上帝，因为你若留因的活命，会同婚，会同文化吼。所以实际上伫圣经的历史中间，嘛实际发生安尼代志。以色列人时常甲外邦即个通婚了后，就学因的文化，伫迄个所在就开始敬拜外邦的偶像来得罪上帝。今仔日的经文，以西结先知安尼来讲，许难的人若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就要伸手来切断因的粮食的来源。互饥荒来临到，人甲精神拢会夭饿，甚至也是达尼也是约伯三个人踮伫咧遐，因所行的义嘛，只有会通救因家己。至圣的上帝安尼来宣布。后续的经文有讲几摆，基本上大概就是安尼的概念甲论点。就算家己所行的真好势，也只有会当救家己，袂当救别人。就嘛袂当救家己的儿女吼。为什么安尼讲？咱会通来几个方面来思考，因为各有人会因为安尼来认为讲上帝伤过严格啦吼。但是这个并毋是严格的问题尔，其实这是对信仰来讲是一个信仰的根本甲信仰教育的问题。如果咱讲一个人伊只有会通求家己的好，做义，若是这个人无有好调，就是讲伊敢若求家己好尔。何况伫信仰是人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
信仰毋是一种遗传，嘛毋是一种遗产的概念。可能你的老爸母服侍上帝，还是讲做牧师，还是当职做长老，拢只有会当救家己。如果人家己要亲近上帝，要安怎会通安尼来得到救恩呢？另外，如果家己即个做爸母的家己的行为是端正的，追求家己甲上帝好的关系，却无咧教育家己的细囝伫好好伫信仰的道路顶悬来跟对上帝。那安尼基本上就是违背圣经的教示，信仰教育的即个效果基本上是无成功的啦吼。牧师要用三个经文来互咱知影，讲即个信仰教育其实是圣经的指示，嘛真重要。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当所吩咐你的话，拢着爱记伫你的心内底，爱温群教示你的儿女。无论你坐伫厝呢，行伫路上，你倒咧，你起来，拢着爱来谈论。嘛着爱绑伫个手中做记号，钉伫个额头做经文，嘛着爱写伫你厝的门前，伫你的城门口。这是伫申命记的经文。搁伫箴言安尼讲你着爱教育你的囡仔，互伊伫即个正道顶悬，到老伊嘛袂偏离。毋但安尼尔，新约的圣经嘛安尼讲着，讲恁着谨慎家己甲家己的教示，爱伫遮个事顶悬来有迄个恒心吼因为安尼行，你就会当救家己，搁会当救听你的话的人。所以得救毋是咧追求家己咧行上帝的真道，是爱伫生命中间努力来实践真理的教导。如果爱伫真道即个教导顶悬，教导即个呼召顶悬来尽责任啦吼，互听咱教导的人也相款得到祝福，得到救恩。若无上介济，咱只有会当救咱家己。这提醒咱基督徒袂当只有为家己求。不但袂当干那为家己求，阁袂当成做别人得救的타解。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咱看到耶稣基督伫离开耶利哥了后，拄着有2位即个目睭青眉看袂到的人，伫一边大声来喊求，因喊讲：主啊，大逼的囝，可怜阮啊！结果却换来周围遮个人的责备，遮人不但无有通来帮赞因，反倒当不准因出声音。佮较明白来讲，遮个跟对耶稣的人，包括耶稣的门徒，不但无迄种救人的呼召，佮诚做别人得救的타解。是毋是会通救家己恐惊，就爱去拍一个问号，想看觅咧。但是耶稣基督听到即2个看袂到的人的话求了，就问讲：恁爱我为着恁做啥物？当耶稣听到因的恳求，牧师甲伊定位做祈祷了后，圣经讲到一句真重要的话。耶稣基督就动了怜悯的心，这就是基督徒领受救恩、得到呼召所应该做的事，敢毋是？
咱爱看会到其他诶人诶需要，咱爱看会到听会到其他诶人诶话语，也看会到因诶欠缺，然后咱爱成做迄个帮补诶人。咱也过一届要用诗篇28篇来做伙读，然后来成做咱诶祈祷。耶和华，我要求叫你，我诶石盘毋通无听我。若你对我静静，我就亲像入梦诶人一样。我求叫你，你至圣所举手诶时，求你听我诶恳求诶声，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作孽诶人做一个除去。因甲厝边讲和平诶话，总是因心艰险。愿你照因所做诶，也照因所行诶歹待款待因。愿你照因诶手所做诶款待因，将所应该拄着诶来报应因。因既然无留心伫耶和华所行诶，以及手所做诶款待因，将所应该拄着诶来报应因。因既然无留心伫耶和华诶所行，甲因手所做诶，伊就要毁坏因，无要建立因。耶和华是应该学乐诶，因为伊听我恳求诶声。耶和华是我诶溃烂，也是我诶盾牌。我诶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赞。所以我诶心大欢喜，我要用我诶诗歌来学乐伊。耶和华是伊诶百姓诶溃烂，也是伊受抹油诶得到诶位所。求你拯救你诶百姓，赐福你诶产业，养饲因，扶持因，到伫永远。愿主帮助阮，成做一个有慈悲怜悯诶心诶人，来跟对主，互阮会当成做别人诶祝福，成做帮助人诶人，互人得救。阿们。